主席，感謝莊浩峰議員係提出今次嘅議案。大廈維修呢一個嘅議題係困擾咗好多嘅小業主。面對大廈強制驗樓之後係需要大維修，唔單止係涉及每戶嘅業主係需要額外去夾錢，亦都要面對唔同工程公司嘅報價同埋項目，未必係有專業嘅知識去處理，擔心工程係被圍標。喺工程期間又要面對工程嘅噪音、沙塵，單位會被棚架網包圍，更加擔心係工程爛尾，甚至係過程出現安全問題等等。面對香港嘅舊樓係越嚟越多，我哋實在係有必要完善大廈維修嘅工程管理，幫助業主同埋居民唔使再出現一聽到大維修就怕嘅情況。我支持政府喺尋日嘅議案上係提出咗一系列嘅打擊圍標、加強市建局招標妥功能、強化涉及大廈維修嘅相關法例，以致表明會喺數個星期內就向本會提交修例，嚴禁地盤內吸煙等。我期望喺工地禁煙以外其他嘅措施亦都係要盡快落實，回應市民嘅關注。其中工程顧問喺大維修上嘅角色係非常重要，包攬咗前期嘅樓宇勘測定工程嘅標書、為工程估價，到協助業主揀承建商、工程期間嘅監察等等，權力同埋責任咁大，但係顧問或者係工程承辦商嘅負責人冇規定係必須要持有專業嘅資格牌照。若果董事係被定罪，只係可能導致公司倒閉，但係公司係可以輕易透過重組一個新嘅公司例如直接係收購其他具備資歷嘅公司係去繼續業務。我歡迎政府提出日後市建局會為參加招標2平台申請政府資助嘅大廈進行招標評標，亦都會決定中標嘅顧問同埋承建商。工程嘅期間亦都會用抽查嘅方式係監督工程。我相信由市建局更加積極咁樣去介入維修係會有助減低圍標嘅風險。就住圍標涉貪嘅問題雖然現時競爭事務委員會、廉政公署、警方等嘅部門都有唔同嘅法例處理，但係舉證困難，執法嘅門檻亦都係非常高，要拉到主腦係唔容易，而且罰則係似乎唔夠。例如違反咗競爭條例，最高可處罰只係有關公司營業額嘅10%，萬一出咗事，釘牌嘅就只係員工。圍標公司係隨時可以執笠，再另起爐灶。至於防賄條例係屬於刑事，罪成者最高可判7年監禁同埋罰款50萬。我建議政府應該檢討呢啲嘅法例，提高罰則。例如違規者係永久除牌，並且係負刑事嘅責任，並研究係咪我哋需要另外設一個專屬嘅法例，以更有效咁去打擊圍標。對於政府提到市建局會制定工程顧問同承建商嘅預審名單，我認為原意係好好，但重點係要研究堵塞漏洞，包括啲表現欠佳、涉及圍標公司嘅董事等關聯人士係同樣都要列入去黑名單，以防一啲劣質公司改個名就重新上路，再加入去呢一個嘅預審名單嘅當中。除咗反圍標，亦都應該研究目前大維修市價究竟係唔係合理。例如單位係售價300-400萬嘅屋苑，大維修每戶可能就要夾到去20到30萬。咁究竟維修嘅內容同埋估價嘅因素係咪合理呢？咁居民究竟係點樣可以判斷呢？呢啲又係咪可以由政府去支援，由獨立嘅第三方去協助評估？我亦都希望政府可以用好科技嘅工具記錄好招標嘅過程，實施透明嘅電子化系統，公開標書嘅規格、評分標準同埋中標嘅結果，並且係公開受資助屋苑嘅最終維修開支。同時可以設一個嘅警告系統，若個工程係出現一啲嚴重嘅超支或者係質量嘅問題，喺預審名單入邊對相關嘅承建商同埋顧問公司係作明顯嘅標示。主席，今日嘅議案中有多個嘅建議，我期望政府係加快研究，盡早係完善大廈維修工程管理突顯嘅問題，令到業主係真正可以安居。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